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第16期的疫苗，今仔日嘛开始做咯，是做这个 BNT 莫德纳甲 AZ 的第2剂。新变种的病毒是来到上界界，呆公卫教授陈秀熙来提醒，一旦发现到这种的病毒进入到台湾，建议就要取消掉春节10天加4天，甲7天加7天的方案。不管是毋是有来做疫苗，全部拢爱强制隔离14天。安尼，才较袂互这种新变种的病毒弄着空芳进入咱的社区。花圃疫苗注射站一套早到民众准备做疫苗，第16期疫苗注射今仔日开始，提供 BNT 莫德纳 AZ 第2剂。指挥中心强调，目前台湾市场疫苗总共有547万剂，佮有390万剂无验收，所以刷落来有将近2000万剂疫苗会使提供。不过最近奥密克戎变种病毒常常出现，14号就要开始的春节方案敢要改变？台公卫教授陈秀熙讲，只要发现奥密克戎的确诊个案，他不管有没有打过疫苗，都要用14天的高规格的 A 方案来做14+7的这样的一个强制的这样的一个集中检疫的这样的隔离跟检疫。虽然陈市长前一天伫记者会讲7+7的政策会继续未做调整，不过医生认为确实有风险。安尼为着防止奥密克戎第3剂疫苗注射计划，指挥中心专家委员会召集人张尚顺嘛做出回应。建议就是原则上是离第二剂6个月的时间施打第3剂，那如果必要的话，可以提早到5个月的时间施打。除了要增加前2剂疫苗注射率以外，嘛要研究边境，避免互变种病毒弄着空芳爆发疫情。